總結，讓時間陪你慢慢變富是一部寫給普通人的投資行動手冊。作者李少來以自己8年的投資經歷為底稿，將定投這一看似樸素卻極具威力的方法論推向前台，並用整整一本書去證明，在當今時代，每個普通人只要願意給自己一點耐心與紀律，就有機會借着資本市場的長期趨勢實現財富的積累與自由。全書內容可以概括為3個層次：為什麼定投、怎樣定投、如何堅持。1. 為什麼定投？市場的奇蹟與普通人的機會。市場的世界第9大奇蹟。作者首先強調，現代證券市場讓普通人擁有了隨時當老闆的可能，只需購買最被看好的優質企業股票，你的錢便能24小時跟隨這些企業成長。2. 隻漲不跌的資產組合。在確認長期上漲的大趨勢後，作者提出通過分散持有的一籃子優質資產，機會成本被有效稀釋，從而獲得長期隻漲不跌的投資標的。3. 普通人唯一靠譜的方式。與充滿噪音的短線交易相比，定投既能降低風險，又能避免情緒干擾，是唯一正確的方式。2. 怎樣定投？方法論的核心細節。1. 簡單恐懼症與主動地被動。作者指出，很多人忽視定投是因為對簡單缺乏信任。真正的高手往往靠一條清晰原則長期獲利，主動地被動，主動選定原則，然後被動跟隨趨勢。6大步驟的定投閉環。1. 主動篩選極少量符合長期看漲標準的標的。2. 設定固定時間與金額。3. 無視短期波動。4. 持續積累籌碼。5. 在熊市中自動加碼。6. 牛市來臨時收穫。這一閉環把個人的場外賺錢能力與資本市場的長期向上趨勢耦合起來。3. 被動力量的放大。作者用大量數據說明，被動指數基金長期打敗主動基金的比例高達90%以上，證明順應大勢比頻繁調倉更具優勢。4. 時間與紀律的雙重護城河。定投者每次均價的不斷下移，相當於把自己的入場時間向前平移，在同樣的波動裏獲得更低的成本，而時間越長，這種優勢越明顯。3. 如何堅持？心理與系統的保障。1. 主動人格與邊界。作者強調，想要成功定投，先培養主動人格，主動學習，主動記錄，主動復盤，同時認清邊界，把可控與不可控區分開來。而切斷過去對未來的綁架。很多人因短期挫折就否定策略，其實獨立事件的概率才是決定長期結果的關鍵。理解這一點，才能在市場波動中保持情緒穩定。3. 長期的定義。作者提醒，真正的長期至少要覆蓋2個完整週期約7年。只有在趨勢被充分驗證後，定投的收益才真正顯現。4. 普通人的極端優勢。與專業機構相比，個人最大的本錢是時間與精力沒有使用期限，只要保持場外收入與紀律，10年以上的複利曲線將輕鬆超越多數基金經理。5. 聰明與愚昧的分野。書中多次區分愚蠢不可救藥與愚昧可教育。市場裏大量聰明人在金融領域表現平庸，正因為他們忽視了基礎教育。作者希望讀者通過定投成為被動聰明的人，方法正確，連錯誤也會被自動糾正。6. 鏡像世界的兩側。選擇定投的人最終會發現自己站在正確的一側，而拒絕定投的人往往在鏡像世界裏反覆碰壁。7. 定投是普通人必須的選擇。在出身與運氣難以改變的情況下，投資是少數可以靠個人努力持續放大回報的領域。若不投資，等於放棄了一次讓錢替你工作的機會。4. 全書價值與個人體悟。1. 方法論的可複製性。作者反覆強調，不做不要讀，讀了就必須做，做了不會馬上見效，長期做必然有好結果。這種踐行手冊式的語氣，讓全書不僅是理論，更是行動清單。2. 思維模式的升級。全書最深刻的啟示並非買什麼，而是怎樣想，主動地被動，長期主義，趨勢思維。這些原則可遷移到求學、事業、家庭乃至任何需要長期投入的領域。3. 對普通人的賦權。作者用大量實例證明，當市場規則、
工具與信息極度不對稱時，定投仍能給普通人提供一條相對公平且可執行的上升通道。4. 對風險的再認識。書中將不懂趨勢而亂動視為最大風險，而按規則傻傻堅持反而最安全。這種反直覺觀點需要讀者在實踐中反覆體會。5. 對時間的重新定價。時間是機會成本無限大的資產，一旦與定投偶合，就從稀缺變成最具價值的資源。結語：讓時間陪你慢慢變富，用通俗的語言告訴讀者，市場的長期上漲是客觀規律，而定投是順應這一規律的最簡有效公式。他把看似高冷的投資世界拉回日常，讓財富自由重新回到普通人可觸及的範圍。真正讀完並踐行的人，會發現財富只是副產品，更大的收穫是對時間、紀律與趨勢的深刻理解。願每位讀者都能在作者給出的這條萬富之路上，與時間攜手同行，收穫屬於自己的複利人生。應用篇：要把讓時間陪你慢慢變富真正轉化為行動，需要把定投從一條投資方法升級為覆蓋財務與個人成長的系統思維。1. 先確認核心原則：長期、定期、定額，選對標的。書中把定投概括為4個要素，其中標的最關鍵，因為結果由被投資資產的未來表現決定。對個人而言，第一件事就是列出能長期看好的資產與領域，例如跟蹤全球科技與消費龍頭的寬基指數基金，或自己專業、能力強、能看到長期價值的個股。同時排除短期熱點、不懂的趨勢。2. 設計定投閉環，把原則寫成流程。作者提出的閉環是：篩選少量化，設定固定時間與金額，無視短期波動，持續積累，熊市自動加碼，牛市收穫。實際操作可拆解為： 1. 每月工資發放後立即自動扣款，定投指數基金或優質個股。2. 預留應急金，只用閒置資金，避免用貸款或信用卡。3. 熊市，例如大盤估值低於歷史30%分位時啟動加碼腳本，把收入比例提高到15%至20%。4. 牛市估值高估時降低或暫停定投，把收益轉存貨幣基金或債券基金，等待下一輪機會。3. 讓主動地被動成為習慣。很多人忽視定投，是因為覺得太簡單，但真正的難度在於長期保持紀律。可用3個技巧強化：把自動扣款與鬧鐘、日程提醒綁定，減少決策次數；建立復盤日誌，每月記錄投入金額、均價、市場觀點，迫使自己思考而非情緒化操作。與朋友或家人簽君子協議，若當月未完成定投，則向對方支付違約金，用外部約束補足自控力。4. 把定投遷移到學習與職場。書中提示，定投思維不僅限於金錢，也可以遷移到任何需要長期投入的領域。例如，每周固定3小時學習一門與職業相關的硬技能，持續18個月；每月固定時間輸出一篇專業文章或作品集，積累個人品牌；每季度做一次復盤，評估投入產出比，及時調整學習策略。5. 用時間與複利創造雙螺旋。指數基金長期回報來自企業盈利增長與市場情緒波動的疊加。若選擇的指數本身長期向上，複利曲線會越來越陡。同樣的複利邏輯在個人成長中也成立，固定投入時間與精力、技能與人脈不斷疊加，幾年後會出現單點突破。6. 心理建設，切斷過去對未來的綁架。市場短期波動難免，書中提醒要區分可控與不可控，把注意力放在過程而非結果。當出現賬面虧損時，可通過回顧長期目標，閱讀作者或其他投資者的長期回測數據來校正情緒。7. 評估週期與里程碑，0至6個月，完成賬戶開設、自動扣款設置、小額試投、建立復盤日誌；6至12個月，累計投入金額達到年收入10%至15%，形成穩定的節。3至5年，經歷一個完整牛熊，驗證定投閉環的有效性，再根據資產配置目標，微調標的或比例。結語：定投最大的價值不是平均成本這一看似簡單的數字，而是迫使我們練習長期主義、趨勢思維與自我紀律。
把這種思維遷移到金錢、學習、職場與健康，你會發現時間不再是敵人，而是最可靠的合夥人。只要持續前行，多年以後，你會站在正確的一側，與複利和成長一起慢慢變富。金句篇：定投指的是投資者長期定期定額地持續投資某個投資標的。人至錢則無敵，只要行動就比停留在想法上更接近成功。對資產來說，流動性是決定性因素，選擇高流動資產才能真正把握機會。你越差，就越需要耐心。絕望往往只是暫時的境況，而非命運。與家人擁有共同理想，能讓投資與生活目標相互強化，更加堅定。不要借錢去投資，省什麼錢都不要省了投資的錢，槓桿會反噬普通人。人生的意義並非先天賦予，而是由你賦予某項行為的偉大意義所創造。想要真正做到主動地被動，就要放棄與趨勢無關的雞毛蒜皮，專注大方向。市場的長期上漲是客觀規律，而定投是順應這一規律的最簡有效公式。時間與紀律的雙重護城河，讓定投者在複利曲線上越走越穩，越走越快。